苦心思相随，奔奔其堂。曾将风苦用路飞向远方，地乡高高瓦云山，理想巍巍青松高，刚上红旗照谁笑？欢舞快把征途上。箱子送来了吗？哎呀，我还没有来。哦，箱子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是，上面只说文件多。将军，那这是箱子的样子。你这次到了船舶，见到孟松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好，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的。我倒是担心同志们陪你爱他了。将军，你就放心吧。将军，走你乡，江上马湾乘风过来，走你乡啊，山间轻松闹些铃铛，你呀深愿插上你，谁你同上尊堂。你真累了，累见我的这副担子，我真怕挑不起来呀。你呀，哎，去年老房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哦，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本临走还写过一首诗《红梅赞》。对，红梅赞。红颜上红梅开，
要上床啊？啊，我是来送神的。想死你！上床。打开，干什么？检查。检查。检查有谁让警察子也轮不上你呀？哦，儿子的不是外人，你们刘科长兄弟认识。来，吹一吹。哎呀，用不着这个，我们公事公办。那一定要检查，一定要检查。打开吧，快打开嘛！还死的打开。是吧？张光公署副国处张处长啊，你是张处长的快开窗了，检查吧。小姐，林公子，对不起，我将你送上床去。麻烦你了，表弟，领他去。走吧。小姐，有事，请跟我走。请。将军，你为什么不照顾我？箱子不是太重，我想艰苦一点也是应该的嘛。这是自己搏，不是更安全吗？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那一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对，哎呀，处处都得留心呐。是啊。将军，这一次你带着身为这样重要的任务到川北去，总之啊，可真叫我羡慕啊！此一去华阴山，百花开放，万紫秋映晨光。我恨不能人开水饮水，留山人不欲要占几匹花。看得那乘风化雨中天降，梅干花那彩门名归乡。我要上床，我送你。丝马乱纷纷，苍空层层，起风雨漫山野草看不尽，叫人愁。不予惊喜，无爱你江上的美
报告吧。报告，都检查过了。刚才我差一点出了岔子。是吧？张国公说副官穿小姐。我有个穿西装的，这一看来一看，比香。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他是了些什么？好像是，好样是，废物！生病了，看你高兴的。将军，你不一样吗？我帮生来分别快1年了，这回遇到一起工作，你不高兴？嘘，小声点。你呀，嘿，说真的，我还没有见过我那位姐夫呢。他是什么样子啊？他呀，你叫我怎么说呢？听说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去年在川北凭着3支鸟枪5颗水榴弹，还拉了好几把人上山呢。他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明老同志，明老同志，原警察局出的重要告示，命令各乡、各报、各家都要阿武来看，不来看者一律严惩不得。老李路上把关系结上。好。
亚上，亚上，亚上，看到没有？共产党的神头！昨年，你们等着，总有一天小心你们的脑壳！你小心大老子！你凶啥？你也凶不了多久了。本政委，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呀，老百民老同志，算了，他妈的，老子不来你不当路，老子一到你就害死，害你妈个鬼呀！是局长，去，二家二户都给我滚出来，快人类快告死！这要没人看，我把你的脑袋也给我挂上去！是局长。做什么的呀？嘿，我们就当门面。继承进城找哪个啊？远离女中吴校长。副校长。原来你是个教师的。哎，现在正在闹废话，眼前就有证据，你往这里看。吴毛毛，这个高尚。你再往那高处看。雨蒙蒙，不及青天。哎，你再往这里来看。镇江上木龙高原，那就是有名的共产党王爷山总队政委彭松涛。彭松涛，不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去看。
江岸边高山上，红旗下思念介绍无声当，曾记得爬不草雄起浪，浪涛中鸣放，谁听一在前方？一层层花影山下开古气，传起那辽远离湖，映日光。
天，来红人一马愿当先，列着可怜不可捐，高高能断不能关，有难胡旋也要唱。哪怕血钻瓦阴山，宝藏漫长雨后有梦，最不报恩心不关，王府美色眼睛总是沙场。叶情缘，同志们，同志们，面对着贼狼遍地，风血满天，枪声阵阵，血迹斑斑，哪一个不想报仇冤？好，走！站着！思远呐！哎，老兰啊，你这几年没有玩的性子又完了。我来问你，要是本镇为在，他会答应我们去当院长吗？同志为他，会同意我们去安平啊、长啊？他会同意我们这样冒险嘛过请去望同吗？同志为他，他牺牲了啊！哎，不，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同志们，重庆派来的人马上就到，他一定为警部带来上级重要指示。报告司令员，将军来了。同志们，将军他千里奉承，一路辛苦，门外高兴来到这里，我们大家一定要很好的体谅他的心啊！这本这位牺牲的是，我们先回去吧。老赖，你先留下。说，妈，华为，妈，将军来了，你看。妈，这就是将军的同志。将军，司令好把你盼来了。哎呀，将军，这一路上玩好吧？哇好，最累了吧？不来。将军同志，请坐。他叫郎人，是我们中队二支队支队长，人家都叫他郎母子。老兰同志，请坐。哎呀，味道啊，医生啊，这空气都新鲜啊。华为呀，妈，华为，这里的对阵是很残酷的，你要谨慎的是啊。妈，你就放心吧，这一路上啊，我想了很多。来的时候我经过了远程，金城城，哦，没有啊，路上听哎，华为啊，你这一路之上没有把将军照顾好吧？他照顾得很好，司令。哎，什么司令员？大家都叫我老太婆。哦，老兰啊，叫我回去安置一下。走，来了，司令，我把情况哎，帮不忙吧？哎，小啊，倒茶，将军，请坐。哎，这几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很不好走，我也没有去见你们。这一路之上，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吧？我们没有。怎么？你身体不舒服？啊，不，我身体很好，我请去马上参加工作。是啊，应该马上参加工作，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呐。哎呀，不过你刚到，总应该多休息几日吧？不，我需要休息，
我去就马上参加战队，我还要有战队嘞。相对无言难开。小姐，去走。司令员，这是省委在重庆召开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是。党中央指出，目前的事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必然的走向全国的胜利。所以，妈，哎呀，妈，你怎么帮这位华为，怎么懂事的孩子啊？司令员，不怪他，他不知道啊。我全都知道了。小姐，我懂，可惜了，将军啊！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也。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真嘞，本来想过一人告诉你，司令员，究竟。当初我情
中万家恨，我与你发过同情恨同生，官位同唱苦同生。像那山上的青松子怪异，是风吹浪涌过的头，骑马那悲痛神，化作梦相要他的心里的错觉向前走。眼泪草绿冠，此生恨与此，妈妈深情话，凄凄凄凄凄凄凄心疼。要被长空高转移，青山不改水长流，几分几分的你，擦心恩早千钧。司令员，请把我派到老文转对过的岗位上去。司令员，为老同报仇，为将军泄恨，你就下命令吧。是啊，你就下命令吧。什么？将军给我们带来了身位的荣耀之子啊！同志们，我设立解放军，放下了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也已开始全面反攻。我西部、中原、东部各路野战大军全部不胜，皆保定做。转不正天来滚滚，醉生是黑浪滔滔。观音山上龙吟红，满场怒风冲天笑。杨二嫂，杨二嫂，喊啥喊啥，还问啊？杨二嫂，进屋也累点嘛？哪来？啥？姐，写句啥？没遇见呀，就不要吃酒。杨二嫂，杨二嫂，谁喝了我有那个好吃啊？哪个喜欢你的好吃？老子哪一天发了财，你想高攀，我高攀不上你。啥？哎呦，啥？背子哟！两子开破香灯笼，一门发财入门用。我来了问良配，我们生中同志保重。哎，你怎么小心点？难道你就不怕？怕啥子哟？待那提笼玉帝风，但求自己保天涯梦。
你把他杀起来，我们到哪里去喝酒啊？哎呀，你不知道，他这个什么？今天啊，我请客。来，再请一副白款。请，来，请坐，请坐。好，来，喝酒，来，哥，大球。哦，对，来，哥。真香啊！好，再来一杯。来，马上，来，再来。好酒了，再来一杯。大曲就开来，砰砰响。不过这湖上面，蜜桃玉长。来，再来！哎呦！三杯六度，精神爽。且把那油走外门丢一旁。来，快！哎呀，不行，还要再告你呀！站岗，路边一趟，有事要喝，没事啊，慌的。等起。今朝可真的不行。哎呀，一不送军火，二不送长弟，有什么事？来，快！就是要护军错，三错就护哪？三错军火。哦，不要摸我了，来。请教指挥部，今朝有酒喝，下午2点半就从这里过。莫谈国事。哎，你我兄弟又不是外人，军火做啥？会叫我阴山的玉阶的。哦，有阶段有什么理由吗？个上枪老太婆，哎呦，谁不害怕？过去才要一个本松汤，个野贼，才了一个假队长。搞得我嘛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哎，不行，你自己去看。原上做那江队长。哎，这江队长是什么样子啊？啥个样子？个距离警察就走，万不晓得你。其实呀，个江队长就是老头，老头就是江队长，一个人姓江当队长，老太婆。哎，等等，哪里来的？与家上到哪里去？京城，不行，这条路记你了，连路都不让走了。不让走嘛，就是不让走，想干什么？哎，算了。好吧，就在这里歇会吧。来，坐。哎呀，这位大弟要吃啥？来碗老早蛋吧。来碗茶。好。哎，怎么老紧啊？啥子？陈家是这啊？小兄弟，你就休息一会吧。今天下午2点半要过军火。3天2头接应，远征队上啊也不太平。远征的呀也恼火，这你不是过，他也不撇脱，你们还不晓得吧？共产党里能人多，如果上枪老太婆，上去当枪把法把住，是当你婆，自己不当你老婆，什么人呀？
举不管入大堂。哎，好了，就听你一个总在这里叫，我看你呀、像个公差党，这就急了，连话都不得说了。你想找死吗？出来了！哎呀，警察来了！哎呦，走了，我的公司来，死开！死开！这个地方，抓准备，哦，要得，上过忙吧。抓准备，好，走。走。哎呀，错顶了。他顶在哪里就在哪里当。好，走。等等，这里离人很近，我们争取一枪不发。好了。哎呀，如果当官的到这里来了，我来担负这个当官的。云碧，躲在那里休着，不准下出。把野人都给我滚开！混蛋，出了事我就枪毙了你！妈的！这呼啦啦的太阳当头照，杀得我心里痛难了。再送亲门把西长口，反倒穿过来跑龙头，看着他多年遇见他，唐桂山大腿，立功劳。听说他是要的2岁老早的都熬夜，经过来一问，哎，管什么的？怎么玩不知？听到了没？我正在这里听你，都得给我追！要是不追呢？不追！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怎么不认识了？哈哈！戏乱张光公主，富国仇的小姐，朝天门马头一片，不想今日又在此地相逢了。今天又有什么联络任务啊？是吧？说出来，我叫你立功请赏。倒挺大方。大方！哼！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才丢官下泽，发到船舶来，当了这个小小的副官。没想到天府桥山之路，经过唐桂山，时来运作。是，你们老太婆江台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做什么？接受你这批军火啊！从这里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到处都是我的人，这里抢一下，我倒得了你们！来人啊！是吧？你来做什么？押送军火，几错3错。不是，是3错。多少人押送4个人。什么？你要不说什么我就不光是假话，是没错4个人，加上2个司机，是我之外，一共杀了118个人。为什么？快说！也都往相对放手。别上去。看，过去。老兰，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看还是得按照第二套这种方案进行。一旦同志们移回到那边小司令去。啊，记住，最好不要放枪。叫他过来喊话，我去。叫他们到那边小司令去啊！叫他们去小司令去，从这边是，叫他们到那边小司令去啊！上去。啥？李德贵，叫他们到那边小司令去交枪上，上去，全部交接。好，同志们，新首长带下去，你死的要从鸟巢开走。好，走，我们这边走。你们才是，哎呀，快请走，快请走，我去叫你们跑的。二嫂，不用了，今天麻烦你了。等会我们走了，你也找个地方慰藉一下。怕啥？怕啥？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们要这样，哎呀，慢走，哎呀，慢走呀，哎呀，原来他们好人。有钱的呢？这么多宝啊！哎，有钱的宝哪里去了？我哪里会知道啊？来，有钱的你怎么不报告啊？我晓得哪个是有接待嘛？都有谁到你这里了？还拿的？那就多了。与大人希望姑娘媳妇，以宝帕之地，以丈夫之地。哦，no，还有你们那个副官。我说你啊，是私通共产党。哎，你怎么不讲理嘛？你往讲什么理？要下去。大哥，早知是什么事道嘛？你们抓不到有钱人，都拿我去进来，老脑壳的。要问军户去何方？上山来找蒋队长。又是蒋队长。上一位下家湾举重闹事抗定抗两地是蒋队长，上个月击碎张地大闹余家上地也是这蒋队长，这是军后被抢，对对，又是蒋队长，这蒋队长，怎么到处都是蒋队长啊？哦华为，哎，你到蜘蛛林把那个文件去拿来。好，好的很啊。文件很重要，关系到好多同志的安全，路上要小心。未来的日子注意安好。好。将军你好，你好，将军你好，请坐，请。最近我一直在余家上打工作，很少到这里来。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军中情绪很高，一天上抗地抗粮，都抢着传家里。我要找对正你是好，将军，老子回来了。将军，重庆的同志来了没有？没有。
从今出了问题，生命要被捕了。你要被捕了。要联络在来报告说，最近城里发现了重庆来的变异动物，这里正在清查无愧。哦，对了，今天清早我也有发现两个不清早的人从门口走过去。这一定和重庆出事有关。今天这里的胃不能开了。你是说这里？对，马上转移。马上转移。要是出了问题，再想撤退就来不及了。你们两个马上回去参加国光活动。好，你马上去向市里汇报情况。好，你去通知蓝队长他们为你演技。哎，我呢？校长，我们收拾东西。好。快把袄脱掉。你先走，将军，我们一起走吧。将军，将军，铺子高。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哎，这里没有外人吧？啊，哎，老太婆你，你怎么来了？哦，请你们送电台来了，我又要来发电机。是吗？哎呀，这一路上啊，不对了，情况很紧急，马上就得起火，我们现在就走吧。啊，是老徐同志亲自派我来的。原计划不知道生命也来吗？他病了。你呀，他病了。是啊。生命呀，那种病终日躺卧，这一次的任务就交给了我。老徐同志有心急我吗？没有啊，你恐怕一路风险出差错，他将我口头汇报当面审。宋清晨最近怎么样？从清晨公营亚运比例离谱，生死门这下的敌人当多少？最近有同志被捕吗？没有啊。没有。你不想我在重庆高空中，有这事还不早早对你生。你怎么能到这里来找我？不找你，我想何人去联络？联络在你过去，从来拿到过。这地点是老徐，是老徐亲口告诉为什么不知道你有差错？为什么不知道别离有点深？这地点重庆有本，不知想他去是老徐同志亲口声。生命
吃饭吧。啊，我去替你做饭。不，将军，工作要紧，车上的同志们还等着我们去拨云呢。这里人手不够呀。啊，这样吧，你到根基里走一趟，我给你写过条子，你把他送上王营山，山上已经举人来了。这上山的路我不熟，你不也是本地人吗？这，顺着东边那条路，一直走就上山了。哎呀，那时间就来不及了。哎，就我们这几个人也够了，我们现在就走吧。不，再等一等，我们还有同志要来。好，也好。家言是长相送。
一别生灵多马与这飞桥人心大雨，还不能让马为一朝不死，莫非是将军进他，可是他想到难道是将其他一朝无平时今日何方家园境不得得打开头铺开大家钓鱼竿，跟随着银人冲进去观看谁花把忙的水，不能再停留，不能再拖延，我就将这先下手，我去做业，我去做业，我要先下手，冲下手。还需要同去离婚相继退。将军，走吧。将军，走吧。兔子刚，你这团走，将进去。不许靠近我！我叫你走开！上！不许动！天边月，望望水波快归心。
些情，你想的怎么样了？我劝你要放明白一点，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要知道，这是重买合作所，进来了就出不去。除非你交出重庆共产党地下组织名单，那我们就可以。你们所需要的，我全都知道。好，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好，可这是共产党的秘密，你们永远也无法得到。蒋军军，你老实的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就在我们掌握之中。那你以后别来问我，是，哼，我还是把你们的后代老板请出来吧。你来人呐，准备老夫等。江小姐可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退下。不过江小姐，你总要考虑一下目前的事情吧。目前的此境对你们非常不利，在华海、辽沈、临近3大专业中，你们的老本儿已经死尽了。不要忘记，还有一条扬子江。你还在妄想依靠长江铁线来挽救你们覆灭的命运吗？哼，那这是做梦。我们一定要当过上江，解放全中国。不可能。那就叫历史来做见证吧。江小姐，我们何必在这些政治错女上绕圈子呢？啊，蒲先生，你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蒲专员，姐呀！何日才能出天窗？常言道，英勇豪杰十世故，何苦在人世过却称长江？乘风绝路，为谁是长事？黑幕套路会更宽广。哪条路滚向何方？你勾起头身，半边革命，半边党把历史的鲜血抨击的人筑琼浆。是什么风不险哦，浪滔黄，天宽手，把万勇士过大江。我夸你如此奴才，死活
情，你未免太过分了吧？现在你我之间的关系，不是两国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我是个民者，你是反革命，我们之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蒋西进，你们都与我出去。是。江小姐，不要这样意气用事嘛！到了诗经这步电梯，你也该回头为自己想一想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失去了父母，现在虽然才20几岁，却又失去了丈夫，非生下一个孩子，可车在天涯，根本不能见上一面。40年来，沈妹也经历过不少人间的辛酸坎坷，可来是像江小姐这样的悲惨身世，千万少见。难道对这一切，你就无动于衷吗？江小姐，我也有妻子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曾历经沧桑，几经飘零，遇到是好花能有几枝红，难道你不珍惜自己，尽惜天人？你这里恐怕青春在掌中，有谁知道你是把你刻在心中？3月4里，浮生茶梦，人世间有几多风情月明？莫将这银樽落清抛枪，为一念之长，遗恨无穷。鸟三是二阴，三是二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像你们这样把杀人放火、打死终身正业的刽子手，怎么能理解我们共产党人？是啊，特别是像江小姐这样的有多年当年的共产党人，要改变立场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所以我要以更大的耐心等待着你的醒悟。我想我们之间是终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革命者与反革命没有共同语言。江西进，你不要放了，这是什么地方？
江协进，你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试过能有10次，甚至1000次、100次，我也要毫无保留地献尽我们的当。我可以叫你受1辈子牢。为了你是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受穿。我可以叫你去死。一死以后呢，到处死千山，为当能设计热血外心田。江协进，这是中美合作所鼓乐山下和铁路，美国营外有48套，杂志动怕过并天高。虚张声势，张牙舞爪，我见识泰山不动摇。山高虎踞，风雪浪，革命者，哪怕你多应考当烈火烧。两一步，愚公探当然为此活不了，少时今天叫你敌人去了。我杀人于多少？江协进听胸残，宁死不弯腰。好，来呀！将他的10个手指头，经我一根一根地钉上做钱。
将军，你看，这人这几天一直在抱怨东西，看样子这人要逃跑了，天就要亮了，国民党要垮台了。同志们，看起来胜利就在眼前，但是不要忘了，都说临死前万万要生一口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斗争会更加残酷的。孩子，请你把门打开。孩子，你快打开，把门打开，你们要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打开，孩子，行。同志，你的名字？共产党员。走。走。在天王门山垒上，想绝死就宣布，走马胜利共和国成立了。你呀，将军，走马
是你欢喜过，心中过你立在世界的东方，这话生命共和国国旗无限红旗，无限红旗飘扬在天安门正雷上。二嫂，你听见了？中国人民翻身了，要当家做主了。也不枉我爸爸这一辈子呀，我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我说不出来呀。二嫂，我懂得，我懂得你心里的话，可盼到了，可盼到了，这一天了。二嫂，同志们，来，我们就用它来许你我们自己的无限红旗。江小姐于是许久不见了，我今天是在来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事决正像江小姐预料的那样，大局已定，共军已经撤出，重庆危在旦夕。这是历史法传的，别说规律。即使是这样，可你看不到自己的胜利已换得很难。不知此时此地，江小姐你是怎样的心情啊？我倒要问问你此时此刻是怎样的心情？你们已经到了39岁境，土崩瓦解的王朝末世。也许你可以逃跑，但是你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和生命的审判。
父王很难受，二人也困世界，只是才人从天下。劳动生意，劳动生意才是世界的主人，而你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实质灭亡，这就是你们反动派的路径。事到临头，万不知悔悟，在外面闹事作乱，到了这里，万事此理也。啊呀！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啊！怎么，你害怕了？你们这皱眉还之手，就要这招罢了。好，那就请吧，我送吧，送上刑天。叫下去，走。你呀，你看看我背上还有老婆吗？二嫂，这是我平时用的一些衣服，你去脸上用吧。将军，
子来照亮，告诉他胜利的来不容易，不容易呀！啊，别把自尊的言语轻放掉，让他当好几半生，莫辜为祖国的期望，